这样够深嗎？給你一點溫暖。好啊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翻到嚟灣區李尋歡頻道。今日介紹嘅呢間水會係位於福田購物公園站附近嘅一間水會嚟嘅。喺地鐵購物公園站 S 出口出嚟之後，往右後方過馬路，過馬路之後往左邊直行。到呢度咧就郵站，成個路程大概7分鐘。今日介紹呢間水會嘅環境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值得一提嘅係佢喺高德地圖上邊嘅足療按摩排行榜上邊咧排行第3喎。價錢方面就人均370幾啦。我哋再穿過呢個小公園就可以見到佢嘅廣告牌啦。行到正門呢度入去坐電梯上到2樓，電梯一出嚟啊，就係伊貝庫嘅大堂啦。成個大堂嘅環境睇上去非常之舒服嘅，設計方面偏向於簡約嘅風格。原來呢度都係有專車接送嘅，不過呢度唔可以點外賣嘅，但係佢有自助餐提供嘅。自助餐提供嘅時間方面，大家可以留意翻。門口啊，亦都寫住各種項目嘅收費標準啊，有 facial 啦，同埋全身按摩。我本人就非常之中意泰式古法嘅，未試過朋友可以試下佢個拉伸係特別之舒服嘅。入到嚟換洗區啦，都係好乾淨啊，各種用品都係有得提供嘅。櫃位就正正常常，依然係乾淨企理。呢度嘅沖涼房係可以落簾嘅，裏邊除咗配埋洗髮露同埋沐浴露，都有洗面奶嘅。哇！呢間桑拿房好大啊！佢呢度仲有搓背嘅，試過搓背嘅朋友都知道，搓完之後成個人都係好舒服嘅。咁價錢方面咧就係90蚊30分鐘啦。亦都有泡池嘅，不過我都係中意佢呢度環境，俾到人一種好舒服嘅感覺。佢睇起身又唔係話好豪華啦，但係佢嘅設計同埋空間、燈光各方面係俾到人好舒服嘅。沖完涼換埋衫，我就準備先試下嗰個全身按摩啦，尤其就係嗰個泰式古法。呢度咧都有一次性嘅衫褲提供嘅，咁價錢方面咧就係28到58蚊之間啦。這個是全身按摩的。對。泰式古法就梗係老師傅先夠皮啦，一拉一扯，哇，成個人都鬆晒啊！放鬆完食下新鮮嘅水果，中意邊種可以自己夾，亦都可以叫人幫手切㗎。呢度大堂都好大嘅，燈光方面配合得好好。另外咧，呢度係有專門嘅吸煙區嘅，所以對煙味敏感嘅人士嚟講，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。房間方面都有暗房同埋明房嘅，亦都有多人嘅房間選擇啦。休息咗下，再試下呢度嘅彩椅。呢位389號嘅手法相當之到位啊！用右推完個膊頭，喺泰式拉伸之後，令到個身體再度升華。唔知呢度係咪專登挑選過呢？彩儀嘅師傅聲音都好好聽喎，你試諗下，當彩儀嘅過程當中，有把好溫柔嘅聲音喺你耳邊輕聲細語，過程係幾咁享受。而呢位388呢？過程就無需多講啦，不如你安安靜靜咁聽下佢把聲，還很舒服的，很享受的。這樣夠深嗎？還不夠深。站到這個位置就會有點感覺，舒服的感覺。你手怎麼冰冰的？因為我剛剛在忙，剛洗了手。我給你一點溫暖。好，給我一點涼涼的。溫暖，你等一下。
俾你1.5啦。好啊，好啦，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都係嗰句啦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掃描右上角嘅二維碼提前預約啦。下一集世界盃就嚟到啦，聽聞羅湖有間水會竟然搞足球寶貝系列主題喎，鍾意睇波嘅朋友記得留意啦。